爺爺，呢間係咪醫院嚟㗎？冇錯啊，你爸爸就喺呢間播道醫院出世。呢間醫院同爺爺一樣，今年都60歲啦。哇，60歲？係啊，我以前都成日嚟參加佢哋嘅福音聚會，仲知道佢哋嘅歷史添。爺爺，我都想知啊。好啊，咁就要由上世紀50年代講起咯噃。當時嘅香港有好多基層市民，佢哋大部分都好窮困，收入唔高，有時病咗都未必有錢睇醫生。後來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見到社會嘅醫療需要，於是佢哋決定透過醫療服務，俾市民認識上帝嘅慈愛同埋救恩。1954年，佢哋就喺九龍城開設咗一間診所，叫做恩泉診療所。除咗醫病，亦都會為街坊舉行福音聚會，帶領人信耶穌。到咗1960年，兩位宣教士卓恩文醫生同埋黎定春醫生嚟到恩泉診療所服務窮困嘅病人。佢哋發現香港嘅醫療服務真係嚴重不足，如果要更有效去服務市民，就需要興建一座醫院。不過當佢哋向差會提出要籌錢起醫院嗰陣，差會表明實在冇能力支持。於是卓醫生同埋黎醫生祈禱求上帝嘅供應，同時好努力咁籌款。好奇妙地，佢哋所籌到嘅款項真係足夠興建醫院，而播道醫院亦都順利喺1965年落成提供服務啦。即係呢間？冇錯啊！最初嘅播道醫院只係得3層樓，但係好難得嘅係，當時醫院已經有齊化驗部、藥劑部、內科部、門診部、產房、X 光部，後來仲有外科部添。而嚟求診嘅人數亦都一路上升。其中產房嘅服務仲好出名，我同你嫲嫲都喺呢度生咗你爸爸㗎。到咗70年代，醫院嘅空間開始唔夠，為咗提供更全面嘅服務俾市民，醫院決定起高2層。上帝又成就咗醫院嘅祈禱。1985年擴建完成，醫院就變成今時今日5層高，又增設咗更多專科去服務市民。1986年，播道醫院仲成為全港第一間獲得認可嘅家庭醫學培訓中心。家庭醫學嘅特點係着重疾病預防同埋全人關顧，理念同政府而家講嘅基層醫療健康藍圖不謀而合㗎。除咗提供醫療服務，醫院嘅基督教背景都着重福音工作。開院初期，佢哋逢星期5晚都會舉行福音聚會，牧師會向院內外嘅人講道，又喺病房加設福音廣播，亦有義工向嚟醫院求診嘅市民傳福音。當時醫院嘅醫護同工大部分都係基督徒，佢哋每朝早都會聚埋一齊，為醫院嘅各樣需要祈禱。所以咁多年嚟，有好多病人同家屬都喺播道醫院決志信主㗎。播道醫院係一間非牟利機構，資源未必比得上其他私家醫院咁多，但係麻雀雖小，佢嘅服務都幾齊全，持續獲得國際醫院評審嘅資格，仲攞到唔錯嘅分數，肯定咗醫院嘅服務質素。估唔到呢間醫院有咁多歷史喎。播道醫院嘅使命呢，係提供全面啦、優質而可負擔嘅醫療服務，透過全人醫治，盡心關懷，彰顯神嘅慈愛同埋平安。所以咁多年嚟，醫院曾經因應社會各種需要，開辦多種唔同嘅服務，例如視光中心啦、中醫診所同埋心理評測及輔導中心，又成立醫天使義工隊，
希望可以全面照顧人嘅身心靈需要。好啦，我哋都係時候返屋企啦。爺爺，我大個咗都想做醫生去幫人。好啊，咁你就加入播道醫院，同大家一齊服侍病人啦。